各位，新聞透視今晚會再次同大家討論下熱水器嘅安全問題，同埋各位打工仔都關心嘅開工問題。咁各位睇到啦，我嘅拍檔林淑儀今晚就唔喺度，因為佢係出咗去外地嗰度公幹，要2個星期之後先翻返嚟。咁暫時就由我唱住獨腳戲先。咁而家香港嘅工業家啊、老闆最怕就唔係冇生意做喎，而係最怕啲工人炒老闆魷魚。咁據我哋調查所得啊，目前電子啊、五金啊同埋造鞋呢幾個行業係出現非常之嚴重嘅工人荒。咁而且最近呢幾個月嘅情況嗰個惡化嘅程度更加係令人費解嘅添。上個月中，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發表一份觀塘工人就業情況嘅調查，483份問卷嘅結果顯示，由舊年7月到今年4月嘅10個月期間，約莫有40%嘅工人係開唔足工，6%嘅工人係陷於半失業嘅狀況，另外3.4%就幾乎係完全失業。同期間，幾位工業界嘅人士亦都提及到，喺失業率增加同埋開工率唔足嘅情況之下，政府應該推出更多嘅公共建設工程，提供就業嘅機會。就呢啲令人感到悲觀嘅數字，新聞透視嘅採訪隊曾經企圖探討一下呢種所謂失業嘅實際情況。結果，我哋見到嘅係一種啱啱相反嘅現象，就係喺幾種行業裏面竟然出現有工冇人做嘅情況。唔單止係咁，呢個形勢已經惡化到令到工業界人士係覺得恐慌。黃生，根據目前啲廠家所講，就係話而家啲工廠多數都係缺乏工人嘅。咁根據你所了解呢個情況係點樣發生，或者係到目前嚟講係有咩形勢出現嘅？我哋發覺咧就有好多廠係接到單嗰啲廠咧，就係揾工人咧就揾得好吃力嘅。但係咧喺揾之中咧，雖然我哋睇到勞工數字咧嘅報告咧就話咧有好多工人係失業嘅，但係咧似乎咧呢啲工人咧就揾唔到，有呢個奇蹟咧就係出現。就目前嚟講咧，我哋都未能夠深入了解呢個情形。根據啲廠家所講，咁呢個形勢咪已經進入呢個比較嚴重嘅情況咯？呢個當然有個影響嘅，因為呢一間廠咧，如果係例如接到單，咁咧就佢需要工人嘅時候咧，而請唔到工人咧，對呢個交貨咧有個好大嘅影響。第二咧，如果佢有任何嘅擴展嘅計劃咧，喺工人短缺嘅時候咧，變咗佢就不能擴展。目前嚟講，你哋有乜嘢嘅調查係會做到試下探討下呢個原因喺邊度嘅？我哋咧就目前嚟講咧就係考慮緊去做一個調查嘅，但係咧因為咧就個困難喺邊度？困難咧就唔知道啲工人咧係去咗邊度。因為揾唔到工人，一啲廠商已經將呢啲請人嘅街招叫做尋人啟事，但係似乎佢哋喺度揾緊嘅係一批唔知去咗邊度嘅工人。今年初，一名電子廠嘅東主曾經花費20萬嘅廣告費，希望揾到足夠嘅工人嚟到開工，應付手頭嘅訂單。但係20萬廣告費花光之後，只係請到4個工人。我哋接觸嘅廠商，除咗紡織、成衣，因為係遇上淡季開工唔足，唔需要請太多工人之外，其他嘅都係鬧緊工人荒。觀塘嘅聯華電子廠喺近期就一直係處於人手短缺、生產速度減慢嘅情況。據廠方嘅負責人話，近年嚟由於世界經濟不景，電子業已經唔算得係興旺，但係就以目前嘅人手去應付手頭上嘅訂單，仍然係覺得吃力。就以上個月嚟講啊，佢哋仍然有約莫150個空缺。現時呢個劣勢得以暫時扭轉，就係因為上個月中學會考結束，廠方就請咗150名暑期工。但係到7月會考放榜，相信就唔會有好多人留低啦。近來你話你哋廠咧就請工人係比較困難啲嘅，你可唔可以講講即係個形勢係點樣樣嘅咧？我哋間廠咧就自從咧農曆新年過咗之後咧，就一直到而家咧就走上100幾200人啦。咁直至到最近咧，就由於呢個
會考生咧會考完畢咧，咁有好多人咧青年人咧走嚟呢度做下工作，咁我哋請咗有百幾人咧，咁啊暫時咧就可以講得係緩和翻啦。嗱，咁走咁多人係表示咩咧？你有冇探討過佢哋走嘅原因點樣？就有啲問題咧，就講話走人咧，就可以咁講咧，就我哋間廠用嘅員工嘅大部分咧係年輕嘅女工。咁由於年輕嘅女工咧，出邊各行業咧都好需要呢咁嘅人嚟嘅，所以形成咧競爭性好大啦。就各個廠就互相出咗啲咁嘅，譬如價錢或者其他嘅福利上去吸引咗佢哋啦。咁變咗喺呢種情況之下流動得好大啦。咁你如果講係缺人咧，我哋工廠咧，自從喺前呢幾年嚟咧，每一年咧，我哋都係咁樣缺人嘅狀況出現。記得前2年咧，咁我哋曾經咧亦走去請個越南人咧，走去啲越南營嗰處咧，就出到廠車去招請佢哋啦。咁亦請咗成過百人嚟嘅。咁啊，最近啲越南人已經走晒啦。咁啊走晒咧，所以我哋咧到農曆到而家咧就差百幾人，只係而家暫時咧就請翻有100零個暑期工代替住啫。咁我出邊咧，我亦問過好多咁嘅同事啦，周圍做呢行嘅同事啦，佢哋亦有咁嘅情況出現。以聯華電子廠嚟講啊，規模比較大，廠裡面有飯堂，工人午膳呢就只需要1蚊，其餘嘅就由廠方津貼。另外，工人呢又有廠車接送上落班，因此如果話觀塘地區嘅交通唔方便、膳食有問題而請唔到工人嘅講法呢，就係講唔通㗎。呢間電子廠為咗保留舊有嘅工人同埋吸收新人，今年之內已經2度調整薪金。廠方為咗要了解工人去咗邊，亦都對辭職嘅工人呢進行調查，所得到嘅答案就係佢哋要轉行。至於轉咗做乜嘢工呢，就冇人知道啦。呢度就係深水埗一間電器廠嘅3樓廠房，面積有成7000尺。現時佢唯一嘅用途就係放置一啲舊嘅機器同埋一啲半製成品。最奇怪嘅就係呢間廠呢並非面臨淡季，亦都唔係話啲生意唔好，而係因為請唔到工人，冇辦法開足工。呢間廠本來有一啲生產線，亦都因為冇工人而要停產啦。陳生，而家香港就寸金尺土，但係呢個廠房就丟空咗嘅，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最主要原因呢，我哋因為響出邊呢一度啦，就請唔到人啦，我哋將我哋一大部分嘅工作咧就搬入去新界設廠，就另一部分呢，就係發出去外邊加工啦。就至於廠房呢，就我哋諗住就將來就我哋做發展啦，所以亦都唔租俾人啦，所以暫時就做住呢個貨倉先。以做生意嚟講係極之唔划算嘅喎，係咪咧？通常係啦。如果以成本係計租金嚟計咧，呢一個係好唔合乎呢個經濟原則㗎。廠嘅負責人話，就以目前壓縮咗嘅生產線嚟講，佢哋仍然缺少10幾個工人。喺廠房裡面，我哋可以見到機器係比人仲要多，而冇開動嘅機器呢，就比開動嘅多。好啦，陳生，你哋間廠咧就係一直以嚟都係請唔足工人，亦都係請唔到工人嘅。咁據你所了解係咩原因？即係原因咧就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行業性嘅問題啦。譬如我哋呢啲行業咧就係有長久悠久嘅歷史㗎啦，譬如做五金㗎啦。就喺一般人嘅心目中嚟講咧，係喺工業界嚟講差唔多，佢分嘅等級之中係最下等嘅一種行業嚟㗎。所謂下等，即係當然係唔係話即係有啲咩唔好嗰啲下等咧，即係話分等級嚟講，佢就係屬於最低一等嘅。就比靠其他嘅新興行業，好似電子行啊或者紡織行嚟講咧，就比唔上㗎。主要原因咧，一嚟就分開幾方面啦。一方面咧就係呢個工作嘅環境啦。譬如呢啲廠，因為五金行業就做嘅嘢比較粗重啲啦，而且有啲油啊或者比較污糟一啲啦，就唔及嗰啲電子廠啊或者製衣廠嘅工作咁輕鬆啦。第二方面就係待遇嘅問題啦，即係電子廠佢新興行業，佢嘅人工方面咧，通常都會俾得比較高啲，而我哋咧通常嘅起薪點咧就會比佢哋低啲。所以呢一個亦都係請唔到工人嘅理由之一嚟㗎。咁你哋唔夠工人有冇試過？因為可
開工唔足啊，變咗係要推遲啲訂單啊、交貨咁啊咧？呢個情形咧就通常有㗎啦。喺我哋呢個行業嚟講，有時啲訂單會遲到半年至1年都有㗎。但係你哋唔係唔煩冇訂單㗎嘛？我哋訂單就有㗎，只不過咧就係冇辦法可以滿足晒所有訂單嘅需求啫。即係主要都係工人唔夠嘅原因。冇錯。喺呢一度做工㗎，都係一啲上咗年紀嘅工人。一位單位嘅負責人對我哋話：現時呢，只需要有手有腳嘅人到工廠嗰度求職，佢會毫不考慮立即請佢。喺呢間廠外面，呢個招請工人嘅廣告牌掛咗喺度已經有幾年啦，但係掛就即管掛，工人仍然係請唔到。喺現時香港好多行業都唔係好景嘅情況之下，出現工人短缺嘅情形係令人費解㗎。我哋接觸嘅廠家根本就冇法子提出任何確實嘅答案。有啲講法就係工人轉咗業做小販，同埋轉入去服務行業，甚至有人懷疑一啲價步吸引咗部分年輕嘅工人。但係根據大部分廠家指出工人減少嘅情況係喺今年農曆新年先至突然間惡化㗎。喺短短幾個月之內，點解會有咁大嘅轉變呢？一啲廠家就認為係同年青一輩嘅工人嘅心態有關。現時嘅年青人有一套新嘅價值觀，而佢哋懷疑工人缺少同年青人嘅新觀念係有關聯㗎。我覺得而家嘅年輕一輩嘅人啦，尤其是有咗呢個中三淘汰試之後啦，啲人就知識水準比較高咗。所以咧，啲人咧個個都希望向上爬啦，就希望創一番事業啦，就唔希望落去工廠，尤其是我哋呢一行業嘅工廠裏邊做啦，覺得可能會覺得係冇出息啦。同時而家啲人年輕人咧比較喜歡自由啦，覺得我哋啲工廠比較樸素一啲啦，同時佢哋亦都追求一啲物質嘅享受啦，覺得啲工廠嘅工作環境同埋待遇都即係唔係佢哋理想中咁好嘅，所以佢哋亦都唔會話投身響我哋呢一個行業㗎。我都有啲咁嘅感覺嚇，即係認為佢哋係比較貪玩啊，而唔係好專業，唔係好敬業咁樣嘅，係咪咧？咁又唔敢講話絕大部分人啦，但係咧，我發覺咧，而家可能香港咧，佢哋嗰啲年青嘅工人咧，佢係喜歡比較玩啊，就真正去，譬如話，即係好勤奮咧，就或者咧就少啲啦，少啲咁樣啦。我覺得呢個咁嘅講法係非常之啱嘅，就亦都係非常之令人憂慮嘅。以往咧就香港嘅工人咧都係喺國際上相當出名嘅，就因為佢係勤勞同埋肯做。而且一般嘅工資嘅要求同埋呢個工作環境嘅要求咧都係比較低。咁但係現時咧就似乎已經出現一個新嘅現象啦，就我哋嘅工人咧，尤其是係年青一輩嘅工人咧，就對於工作環境嘅要求對於呢個工作嘅時間個要係提高咗好多，但係咧相反咧，佢哋對於工作嘅積極性同埋對於工作嗰種學習性咧係相對咧就係減低咗。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喺最近咧已經明顯地咧喺幾個行業咧係產生啲影響。就呢啲行業咧係包括一啲比較係技術要求高嘅一啲傳統嘅行業，譬如做鞋業咧就出現一個咁嘅現象啦。就老一輩嘅工人咧已經係比較係少啦，咁而後生一輩咧就嘅接班人咧係非常非常之少，咁令至啲咁嘅行業咧就出現一個現象咧，就係工人咧非常之難求。咁根據目前嘅情況，如果發展落去嘅話，又會有啲咩嘅危機係會引起嘅咧？我相信當然咧，對於工業嘅發展咧，如果有咁嘅情形嘅時候咧，有個影響嘅。好多時咧，我哋咧就發覺有啲廠咧，例如咧係有擴展嘅計劃咧，就變咗咧不能喺香港擴展，而咧就係搬咗去第處。即係呢個形勢已經開始發生緊㗎啦，已經開始有發生。咁呢個情況似乎係喺今年年初先開始嘅，但可唔可以講講呢個時間嘅發展嗰個會唔會係好急劇嘅惡化，定是係比較持續性嘅咧？我哋最近呢2個月咧先至發覺咧係有咁嘅情形出現。
好可能咧就喺年初嘅時候已經係開始嘅，但係似乎咧只係到呢2個月嘅時候咧，就呢個情形咧就惡化啲，咁就變咗咧就工業方面咧就俾我哋咧知道有呢個問題存在。嗱，咁我哋喺做呢個特輯嘅時候咧，曾經接觸過幾個商業團體啊，同埋區議會，咁佢哋都認為啊，係需要調查一下呢個現象嘅成因㗎。咁咧，我哋歡迎各位觀眾咧，就係有咩資料同埋意見咧，就提供俾我哋。來信咧請寄九龍廣播道77號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透視節目收。咁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跟住咧就睇下熱水器嘅安全問題。今年初有5個市民喺浴室裏面咧使用氣體熱水器嘅時候係中一氧化碳毒死亡。咁死因聆訊咧上個星期結束，即係研究官啊就係建議各間氣體燃料公司就係提高市民喺使用熱水器時候咧嘅常識，同埋停止安裝同埋發售嗰啲冇煙通嘅熱水器。另外又要提高呢個員工嘅技術訓練。咁各間氣體燃料公司下個星期2就會召開聯席會議，咁你睇下點樣按照死因研究官嘅建議去做。咁但係初步嘅反應係點呢？同埋死因研究庭嘅建議係咪真係能夠提高市民所得到嘅熱水爐服務嗰種安全程度呢？我哋睇睇彭燕珍嘅報導。熱水爐用戶死因聆訊之後，法庭建議由於唔係強制執行，所以各大氣體燃料公司嘅初步反應亦都唔同。有一啲就唔再賣冇煙通嘅熱水爐，但本台新聞部嘅一項調查顯示，有成90%嘅零售商仍然係有賣冇煙通嘅熱水爐。石油公司話，零售商太多太散，難控制過代理商好多。至於以前安裝咗熱水爐嘅用戶，佢哋嘅安全又有啲乜嘢改善呢？目前咧只係能夠提供意見俾佢哋。咁譬如話，你哋有冇即係嘗試或者主動去提供一啲意見俾啲客戶咧，或者寄出一啲嘢啊咁樣？呢個唔係話我哋唔想係咁做，而事實上技術性嚟講咧，就我哋第一唔係有直接嘅聯繫同每一個客戶，就只係能夠在每一個客戶要求到我哋嘅意見嗰陣時咧，我哋盡量向佢哋提供。咁喺人手方面，基本上有冇問題咧？霎時間咧，就一個龐大嘅人手咧，係相當困難組織起上嚟。咁我哋公司亦都有基本嘅人手，但係做到嘅事嘢咧，只係盡我哋能力去做。由於研究氣體燃料安全嘅政府顧問工程報告9月至能夠完成，死因法庭建議又係冇法定嘅力量。一啲市民就懷疑佢哋嘅安全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受到保障？政府喺呢方面又係點睇呢？政府就希望所有啲呢個浴室熱水爐嘅代理商咧，就應該自約，就唔好再裝嗰啲冇煙囪嘅熱水爐喺浴室。但係呢個自約性可唔可靠呢？呢個自約性咧就暫時咧就冇咩條例可以管制嘅，所以喺政府喺管制方面咧，就政府度都冇乜法子。氣體燃料公司自約性係點？值唔值得信賴？亦都可以從以往嘅表現反映出一二。例如石油氣公司以前安裝熱水爐嘅時候，有冇教用戶點樣用至安全呢？冇㗎，我哋買咧，佢只係話點樣開、點樣閂，同時又即係點樣用咁樣嘅，即係對於安全方面，佢冇講，我哋又冇問佢。咁點解你唔問呢？因為我都唔知去邊度問，我認為佢即係市面上搞得出嚟，梗係安全㗎啦。至於煤氣方面又點呢？我哋訪問咗一位用戶江太。江太啊，你呢個熱水爐煤氣熱水爐裝嘅時候，有冇人教你點樣用先至係安全㗎？冇，佢教你點樣撻火，就點樣用嗰個煤氣有火就有熱水咁樣。咁你自己有冇去問下究竟點樣用先至安全啊？咁我冇啊，佢教我點樣撻火，咁着咗有火咪可以沖涼用咯，個廁所度。咁你唔知道而家呢個爐安唔安全㗎喎？唔知㗎，撞彩啦。有冇話俾你聽？譬如邊一隻係啱廚房用啊，邊一隻啱浴室用？冇㗎，冇講嘅。咁同你安裝嘅時候有冇教你即係點樣用先至係安全？冇嘅，只係教我哋點樣用咯，就點樣開掣啊，點樣閂掣啊咁咯，就冇講話咩安全唔安全。咁你自己有冇去問下究竟點樣用先至係安全啊？咁我冇啊，佢教我點樣撻火，就點樣用咯。
梁太浴室嘅熱水爐最近壞咗，換新嘅時候先至知道，以前嗰個小型熱水器其實只係適宜喺廚房度用，但係石油公司就冇話到俾佢知，亦都冇講道門密封係會有危險嘅，應該要安裝氣窗。其實熱水爐從運到香港到安裝到每一個家庭，中間經過好多手續，經銷制度、燃料運送、樓宇建築設計同埋間隔、工人嘅安裝技術、用戶嘅使用方法，呢啲都足以影響到一部熱水爐嘅安全性。謝偉，幫我熄匙嚟。一位政府人士話俾我哋知，喺顧問工程報告未出之前，政府係好難控制熱水爐嘅安全，因為唔知最大嘅問題係出喺邊一個環節。就算係知呢一個環節，而家可能仲未有一個統一嘅標準。好似點為之叫空氣流通呢？政府而家都唔可以話得出。但係煤氣公司同石油公司就各跟自己嘅標準去做。喺呢個情況之下，就好容易出現混亂啦。氣體燃料公司自己又點睇呢？我本人嘅希望呢，就係今次政府能夠起個帶頭作用，將有關嘅行業組織起上嚟，共同釐定一個安全工作嘅守則同埋標準，大家共同遵守。睇返熱水爐用戶方面，佢哋對於安全使用熱水爐嘅知識有幾多？主動性有幾多？好似呢一個熱水爐嘅用戶尹太，佢都係喺最近連串浴室意外事件之後，先至知道自己個熱水爐原來係冇煙通㗎。你打唔打算換一個有煙通㗎？而家咁樣我用完先至打算啦，而家都未打算住，因為佢仲用得。之前冇諗過安全嘅問題。冇啊，冇諗過嘅。而家咧？而家既然發生咗，即係有人中嗰啲咁嘅氣死嘅啦，咁啊驚住自己都會㗎嘛。嗱，近時呢個細路咧就冇煙通㗎，就依家我咧就樣樣同你做到足啦。氣槍係有啦，已經煙通啊，同你教好咁滯㗎啦，係咪先？就咧，首先入到嚟就打開個氣槍少少。而家唔係每個市民都能夠認識到熱水爐嘅安全問題，亦唔係每家公司都響應死因法庭嘅建議。有啲仍然繼續出售冇煙通嘅熱水爐。好多社會人士希望呢一個專家報告快啲出，使政府能夠訂立一啲安全條例，控制熱水爐嘅安全情況。